游泳隊先 captain 啦，已經變啦，跟住即係各樣各樣啦，即係喺一個典型嘅尖子鼻啊啲嘢，所以係一個係即係一個好即係好健康啦，或者好標青人嚟嘅。呢個病咧就影響一生嘅，係啊。咁打俾以前啲靚仔上啊。中學時期啦，左邊係游泳比賽嘅啊，跟住啊游泳想中國內交流啦、科學營啦、混合比賽啦，同我拉搖嘅。咁咧呢啲係我大學時候上啦，好唔同嘅而家啊。都冇變。9多年啦，跟住攞喺大學都攞獎嘅，真係。我其實細個之咧就係做科學家已經係。所以咧大學咧整課咧都冇揀醫科嘅，冇揀醫生啦，我揀包 chem 嘅。即係咧攞住3皮 A 落包 chem 係啲人話癲嘅，我覺得。即係我父母都阻止我以前係偏決讀科學啦，因為我係好中意科學嘅，我研究遺傳基因啦，係啊，呢個遺傳嘅病啦。包 chem 病咧，即係好整定我係呢個病嚟到呢個位置咧，去講呢個故事咁樣嘅係啊，一包 chem 嘅基因遺傳啊，我咧好細個已經做科學家啦。小學4年班做緊，咁咧我想講病發點啊，我20歲病發，咁嗰時咧係我讀緊大學2年班啦，咁就大考前一陣即係焦慮啦，同驚恐啊，即係好似讀唔到書咁樣，好驚啦，喺屋企帶我睇精神科醫生，即係翻嚟啊，典型嘅叻仔性格。典型知唔知嗰個年紀啦，好容易有情緒病嘅，即係判斷係驚恐咧、急性驚恐嘅結果啦。咁就食血清素啦，咁就因為啲藥真係有效減慢，梗係輸唔多病徵嘅，所以好似冇針啦。多啲精神科，跟住去到2003年都係食藥物精神科治療啦。跟住先至開始劇病，先至譬如我講嘢開始唔清楚，寫字越嚟越細啦。跟住係譬如平衡差啊，跟住嗰啲醫生話係副作用嚟喎，佢又冇理，因為精神科醫生唔會驗血㗎。即係尋常咧，當我係精神病咁就醫，咁就3年初3年，跟住去到0年中咧，跟住我就喺甚至喺有啲我係講首個咧喺沙宣道國民自殺嘅學生嚟嘅，但係我哋講喺瑪麗下面講，即係唔死啦就送去瑪麗啦，跟住醫生就話我係嚴重嘅抑鬱啦，咁樣就跟住就我轉睇醫生，跟住就開始改藥，跟住就叫bipolar，坐病好辛苦嘅啫，即係嗰個聲音係咁樣係好辛苦啫，即係我躁狂就好癲嘅啫，呢個好呢個跟住即係坐一陣咧要呢場要食呢場嘅，呢場咧係有毒性嘅，所以驗血，一驗血咧啲白球低晒，啲醫生話驚啦，啲白球冇低晒，跟住醫生叫我睇血液科，跟住所以中間就血液科就確診我啦，血液科嘅教授嘅係陳定安就係好叻嘅教授啦，一睇唔睇你得肯定 Wilson 啦，因為話見過10幾個已經係臨床即刻大到嘅，跟住就即刻開始治療。呢個就係當時嘅相啦，都要揸拐杖啦，因為我行都行唔到咁滯嘅已經，即係好焗嘅，個肌肉係好差啦，平衡好差啦，流口水啦，跟住趙醫生啦，佢當時因為其實 band 躁狂嘅，所以搭訕力好強，就搭訕醫生啦，因為好悶啊，你傾傾偈啦，係我搭訕佢嘅啫，跟住因為嗰陣咧好多醫學生嚟睇我嘅，咪抗鐵病嘛，全部嚟爆睇全個醫生曬我哋一逐頓排咗嚟睇我個病徵啦。跟住最精彩就係咧，啲學生問我：你冇理由帶咗唔到個病過，我哋都識有病啦，嚟到一件係啫，係就因為個精神專太專啦，專太專嘅時候咧，佢太專就佢唔記得啲嘢咯。醫生話我唔記得咗個病已經係唔記得係，所以其實我一直咧想教育下，開始即係類似整啲課教育下啲醫生或者教育啲大眾可以認識個病嘅。跟住所以開始食平塞埋啦，食清草莓啦，跟住副作用好嚴重啊，即係食咗就差好多啦。即刻行唔到啊！完全係即係嘔啊，嘔到犀利或者頭暈啊，跟住啲白球仔都好低，跟住即係我完全即係好辛苦啦。跟住即係佢成日跟住就但屋企唔信我，屋企人咧我食到差咗喎，佢話即係屋企人唔信我，即係嗰陣係好難受，即係屋企人唔明我啦，跟住自己一個人去面對所有，跟住我仲知唔知喎？突然間咁樣嘅情況，即係好難去接受自己咁情況，跟住我綁鞋就綁唔到啦，斟水斟唔到啦，扣都扣唔到啦，連行都行唔到，即係我冚被佢唔會幫我冚被咯。因為乜都做唔得時候，我係一個好灰心嘅人，因為我做包 cam 嘛，包 cam 係好了解病，但我幫我自己咯。我係識晒自己嘅病嘅嘢，我知道點解有咗病，但我幫唔到自己，因為病冇基因遺傳病嘛，基因改變唔到嘛。我清楚就即係我係一個好犀利嘅太叻嘅病人啦。即係我睇譬如我多醫生咁，我就抄嚟抄 paper 睇啦，我抄手睇，但係都係冇辦法，因為個病係冇得搞。都佢咁情況，啲人都話係有機會好唔翻咯。跟住後來就停咗藥啦，跟住就轉咗做柴一田同星啦。
就可以好轉直嚟㗎啦嚇。咁其實呢個點想講呢？自己咧，又點樣由呢個咁嘅情況咧，就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心態嘅改變咯。真就係我開始接受自己有呢個病先，之後接受喺我一個係有病嘅人啦，即係我係接受病，跟住咧我就去慢慢去，因為我係一個好急嘅人嚟嘅，我轉數好快啊嘛。係，我哋慢慢一直即係急迫嘅，我要停學啦，即係冇書讀啦，讀嘅嚟講，慢慢開始去慢慢去重整翻自己個人生，即係逐步去做啦。譬如我係見到形勢開始有好轉，有笑容翻先啦，肥翻少少個樣嚇。跟住咧就重新開始咯，我重新學寫級表啦，我想學寫字啊，即係寫級表學寫字，因為我練字咯，重新寫字、學講嘢，學行路，即係咪就學行路，跟住就去慢慢逐漸慢慢康復啦。跟住開始咧，佢方面就開始去即係有人訪問我啦，電台訪問我啦，跟住入去讀翻書做緊 lab 啦，跟住去唔同學校啊分享啦，即係我嘅故事啦。跟住原來我嘅故事咧，可能其實因為我點咗，即係可能大家可能都有健康人啦，但係都有唔同問題先，可能有經濟啊、家庭問題，但係呢面對問題嘅態度係可以學習啊嘛。咁我可以分享自己經歷，或者去幫其他人。跟住咧，我就入去讀翻書啦，咁啊讀翻碩士啦，港大。Master 嗰陣仲 distinction 嗰邊，跟住咧繼續讀啦，跟住係博士畢業啦，所以而家讀退關係。係博士畢業，因為我繼續可以我不停去，即係我唔係我唔可以用翻以前嘅我去判斷，我就逐漸接受而家我去繼續面對翻所有嘢咯，即係重新做 lab 做 lab 㗎嘛，我做實驗㗎嘛，我做基研究係手整㗎嘛，咁就慢慢去用多時間去適應協調咯，即係慢咗好多人，即係做咧係有挑戰嘅開頭係。但係我係去不停去用啲方法去用其他方法去，即係諗啲方法出嚟去幫自己做嘢啦。咁就去完成個碩士啦、博士學位，係啦。太低後面，跟住結埋婚啦。即係我想睇咧，係開個一定嘅，只要你有接受自己有呢個時候，你可以面對咯。即係百分之強多嘛，如果面對嘅時候就有出路啦。跟住咧，我其實天然行唔到路啊嘛，咁之後我就開醫生嗰陣叫我你做啲運動啦。我哋開頭咧去下邊個公園仔行圈嘅，一行得就有全部行得就會練翻啲嘅肌肉啊，或者練平衡啦。行咧就開始跑步啦，因為跑下咧就啲工友話不如你又跑10K 啦，係06年嘅事。因為10K，我以前中學400米都想嘔啦，係咪啊？10K 唔好講笑啦，天文數字咁10K，咁咧就好啦，就跑10K，跟住就開始愛上長跑。點解第一次揸馬係08年。又跑3米到10公里啊！呢個時間好快，50分鐘係好快嘅，即係一個快過正常時間嚟嘅，即係我係第一次跑得50分鐘嘛，即係我係跑到喎，即係快好快，跟住就開始跑步啦，跟住跟住跑啦，跟住呢個係我最快時間48分鐘，即係5分鐘內1公里好快啊！48分鐘好快啊！即係 best time 我跟住就開始10公里啦，跟住半馬啦，半馬係左邊係10年嘅，咁就。右邊嘅花15分鐘嘅啦，即係練到快。其實長跑咧，肯練就得㗎啦，大家真係，即係冇捷徑冇秘訣嘅，練就得㗎啦。係啊，即係肯練咧就可以跑到嘅。即係我就即係點解我去練咧？因為我其實長跑好似我病咁樣，即係有唔同嘅挑戰困難面對。譬如點解你會攰啦，會腳痛啦，會控制落練跑啦。但係你點去克服自己嗰個？你要面對嗰個或者中途嗰個你想放棄心咧，就係要話俾點解去跑咯。你咁多年嚟點解我去能夠克服病咧？我都係不停話俾你聽，係應該得嘅，你肯面對就得㗎。我唔係拒絕，我唔會拒絕病，因為我係好唔想接受個病，我不做唔到嘛。我就去都係積極面對，就一次我有辦法解決啦。跟住咧就有全馬啦，全馬係42公里啊！呢度唔係跑全馬，呢度上咗。呢條咩全馬？跑5次。長馬係我覺得係一個我係一個成就嚟㗎，即係我俾我博士畢業緊咧就係成就入全馬，因為全馬係一個全馬唔係一去跑到嘅，即係我係咁多年嘅練跑出成日，即係你唔係即係全馬未一跑到㗎，係積累咁多年嘅練習跑全馬咯。即係大家好似即係所有嘢其實每一個生命有每一個嗰個發生都有原因㗎。因為有時如果我冇呢個病，我唔會跑長跑嘅先，我唔會今日坐喺度同你傾偈嘅先。我想每一個事件都有原因喺度，所以就係你可能當時唔明白點解會咁發生，或者唔明白點解會咁樣出現。但當你肯去繼續向前行嘅話咧，就會出路。全馬行係好辛苦啊，因為腳趾流晒血嘅，爆腳甲，左面係紅咗啊！
係爆一句舊嘅。咁咧係啊，我咁樣啊，我考15次10K 啦，就揾一次全部，跟住就咁樣上啦。咁反正其實頭先講啦，即係可能係一個祝福嚟嘅，即係每一個你可能有啲其實病大唔想病添，而家罕見病梗唔使罕見啦先。但係病嘅時候咧，可能你轉個個睇咧，有係一個祝福嚟㗎，係啦。呢張睇陳嘅，左邊嗰個 Sam 嚟嘅，右邊個文苗醫生啦。咁咧其實依個會點成啦？就呢個就係10幾年前咧開始有文苗醫生。其實文苗醫生文苗醫生係我佢嘅博士論文咧，我係 subject 嚟嘅，因為我係研究對象嘅。當年2007年佢 recruit 我去參加佢嗰個研究，就識咗文醫生。跟住嗰時咧你做 biochem 㗎，不如開會啦，你搞個病人會啦，不如幫下其他人啦，好唔好啊？咁樣。我就講下即係唔搞住都唔得閒咁樣啫。跟住識咗跟住咧10年識阿 Sam，識嗰陣方温啊，小學方温 Sam， 嗰陣嗰度成日即係有人揾我嘅喎，即係好多唔同嘅病友，因為我上咗電台嘛，就聯絡我。跟住不如諗搞，不如唔知點搞好。跟住見咗物理醫生咧，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有咗 KP 啦，即係 KP 康明主席啦，即係 I 喺度。咁嗰日就開食阿 K 度食一餐飯。喺度即係開始傾呢個會，停下就開始有啲微學，跟住捉咗阿 Sam 啦，跟住捉阿 Audrey 啦，因為即係佢哋，跟住佢開始膽粗粗搞個會啦，譬如就搞咧，右邊咧就係第一次嘅聚會啦，2018年12月成啦，跟住開始成立呢個會啦。咁咧其實都冇諗過今日呢個樣係唔可能嘅，幾年前發生，即係我哋參加咗，即係咁就搞啦，就搞幾次聚會啦。咁其實呢個會咧，不過咧即係呢個會係意義做咩？當年我就點解唔診咧？因為啲人唔識呢個病係先。咁今日開會就係叫大家知道呢個病係咩樣嘅。醫生話好難確診，可能通常唔診或者唔診，因為難確診、難診斷。咁咧所以要教大眾同醫生對呢個病啦。呢個咧就係我咁多年轉變啦。左邊咧，右邊後生左邊嘅。同埋咧，我覺得呢個病啲人咧都係好聰明嘅，啲蟲咧係會聰明啲，我真係蟲太多係啦，跟住希望大家接受自己啦，突破限制啦，活出嚟。即係病咧唔係限制人體，但係即係一個可能呢個係一個事件。一個事件你點定義翻佢咧，就靠你去點去睇件事啦。係真係㗎。